又青少年又家庭，喂，社工到底做咩㗎？點解好似乜都關佢事咁嘅？社工嘅服務領域大致上有分5種，分別係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、青少年福利服務、長者服務、復康服務同埋社區發展及支援服務。喺香港，一個 B 出咗世之後，如果喺成長嘅過程入邊，家庭出現危機，例如係父母家暴，就會由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介入。到咗6至24歲，無論係一般想參加樓下青少年中心興趣班，定係出現所謂邊緣行為嘅青少年，都係屬於青少年福利服務嘅範圍。到咗60歲，想要一啲社區照顧服務啊，或者想申請院舍嘅資助，呢啲就會係長者服務嘅範圍。剩低嘅2個服務就唔係根據年齡，而係根據需要嚟決定係邊一個嘅服務範疇。例如，如果有精神健康問題，可以揾我哋之前有提過嘅 ICCMW， 而身體殘障人士嘅服務亦都係屬於復康服務。至於係俾失業人士用嘅就業支援服務，或者係協助更新人士重投社區服務，呢啲就屬於社區發展及支援服務。係咯，你哋社工撈咁多飯，我都識個朋友做社工㗎，有咩事叫佢幫手咪得咯嘅呢一個諗法係唔可取㗎。當正式進入一間機構做正職，係有好多嗰個服務相關嘅嘢會學到，都有好多嘅關係係會慢慢建立。冇乜邊個社工係會想成日轉工甚至轉 field。我之前都曾經經歷過，俾我老豆問，你做得青少年社工，你應該都會知道長者津貼係點樣申請嘅嗬。其實我都係要上 Google search 㗎。希望想向社工呢一行發展嘅人，唔好因為領域好多好廣，所以就俾人嚇怕咗。反而可以諗下，你係對邊一個服務最有 feel， 最希望自己專精邊一個服務領域。始終社工嘅專業精神唔係講緊你一定要識晒所有嘢，幫晒所有人，冇人係可以幫得晒所有人㗎。咁社工嘅專業精神到底係指咩啊？下一集我就會同大家講下社工嘅7大原則，了解一下社工同其他職業嘅分別。有興趣就記得 follow 啦。